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开始今天的共读，邀请詹翠芬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使我们得以认识你。谢谢你赐下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真知道你。此时求主透过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苏醒我们的灵，使我们更能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在昨天的历代志的经文当中，已经来到了第7章，而第7章是在从第5章盖完圣殿，然后第6章所罗门做了献殿的祷告，而第7章就是在圣殿的奉献当中，上帝的回应，而上帝也用他的火，用他的荣耀，同时来彰显。火代表炼净的生命，而荣耀就代表成圣的生命，除去这些的罪恶，除去这些杂质能够得到上主的同在。那么今天要继续看的是第11节到第7章的后半段，也是我们在这个所罗门奉献典礼的第4个部分，就是上帝向所罗门王显现，说明他的应许和警告。好，那上帝向所罗门显现是第2次，但是第1次和第2次呢，中间相隔很长包括年轻的时候，所罗门在刚刚就任做王的时候，上主第1次向他显现，而这一次的上主在向所罗门显现呢，已经相隔20多年了，所以11节和前面第10节这当中，也过了大概13年的时间。而在这次的显现当中呢，上主向所罗门显现，并且呢，再一次重申上帝的话，也重申所罗门在多年前的祷告。并且呢，也给予警告。所以这次的显现呢，就是上主也要所罗门牢牢的记住好，那我们就来读今天这一段11到22节的经文。那我们请翠芬长老带我们来读。先从第11节读到第11节读到第12节，11节和12节2节。好，11节。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和王宫的工程完毕，顺利地完成了他所计划的一切工作后，上主在夜间向他显现，对他说：“我已经听见你的祷告，我选择这圣殿作为献祭给我的地方。”好，谢谢。好，那为什么说相隔20几年呢？因为所罗门王是在当王的第4年之后才要开始建造圣殿。好，那当他就任之后呢，上主也给他应许。好，那他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与上帝的关系，还有上主所赐给他的智慧。而接着呢，他就是建了圣殿。好，那在明天要读的第8章当中，我们知道所罗门他建造圣殿大概是用了7年。7年半的时间，而照自己的王宫是13年时间，所以相加20年，所以加上所罗门也是当王的第4年才开始建造圣殿，所以4加7加13总共是24年。好，那在11节地方就是讲到他是建造圣殿还有王宫的工程完毕所以这3件事情都完成，就是他开始建圣殿是4年后，然后开始建了圣殿又7年后，然后再建造他的王宫又13年后，所以总共是过了24年时间。那所罗门王做以色列王总共有40年好，那所以扣掉了24年，好，所以他到这个时候呢，他大概还就是是44岁左右，好，44岁或是45岁左右。好，那他还离他这个王位结束还有16年的时间，15、16年的时间。那从这段祷告文当中，好，我们可以来看到上帝在所罗门当王这段期间，好，那上帝对他所做的事情，好，但是经文让我们知道说，好，在这24年当中呢，所罗门他也完成他计划的一切工作，好，可能包括他盖圣殿，包括他结婚，包括他生子，包括他可能写完了雅歌，好，那是不是已经写箴言了？或许也有做箴言，好，那应该还没有写传道书而上主第2次在夜间向他显现，同样经文在列王纪上的第9章1到9节。好，如果我们读列王纪上第9章1到9节，
好，那这里会写得更清楚。好，它是在列王纪上第9章第2节上，好，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完工和他所要建造的其他房屋以后。好，那列王纪的版本是比较原始的，好，是比较早的。好，历代志是被掳归回之后才开始写成的。那上主再一次，好，所以原文这里有写，说列王纪有写是再一次啊，所以第2次向他显现，而且是像什么呢？以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啊，所以很清楚的就是在基遍就是所罗门刚刚做王的时候。那后面呢就是会一样。好，那我们再接下来读。好，上帝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的话，12节说：“我已经听见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圣殿做献祭的地方。”好，但是接下来呢，就是几个很重要的话。好，那请翠芬长老带我们来从13节读到第18节。好，13节，当我不降雨，或使蝗虫吃尽农作物，或降瘟疫在我子民身上，只要他们向我祷告，并且谦卑悔改，离弃他们所做的坏事，我就会从天上垂听他们，赦免他们的罪，重新使他们的土地繁荣起来。我会看顾这圣殿，垂听在这里所献的祷告。到第18节。对不起，因为我选择了他，使他分别为圣，作为永远敬拜我的地方。我要时时看顾他，保护他。如果你像你父亲大卫一样忠心侍奉我，遵行我的法律诫命，我一定会信守我向你父亲大卫所许下的诺言，就是他的后代要永远统治以色列。好，谢谢。好，那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在主日礼拜当中所引用的经文哦，讲到的经文。那这段祷告也是非常的有名，好，特别是从13节开始的。好，我若不降雨，好，和本是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降瘟疫在我子民的身上哦。好，讲的3样的灾难，好，一个是旱灾，一个是蝗灾，一个是瘟疫哦。那旱灾呢，就是影响了人牲畜、农作物；蝗虫影响的是农作物，而瘟疫呢，影响的是人和牲畜啊。那但是综合起来，就是13节这样的事情呢，它的出处呢，是我，就是当上帝自己说，当上帝他主导这一切的旱灾，主导这一切的蝗灾，主导这一切的瘟疫，不管是对付人、对付牲畜、对付土地农作物，或是对付全部，那但是呢，一定是有上帝的理由目的。好，那一定就是前面上帝为了管教的关系。但是14节，上帝也给了一个恩典，就是只要他们向我祷告。第14节是只要他们向我祷告，并且谦卑悔改，离弃他们所做的坏事，我就会从天上垂听他们，赦免他们的罪，重新使他们土地繁荣起来。好，那和本的翻译我们是比较耳熟能详，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哦。所以这里称为我名下的子民，那在现代中文译本当中已经没有用这样的翻译，就是向神祷告。但是在这个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呢，也代表就是说属神的百姓。那其实就不限于犹太人或非犹太人，以色列人或非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第6章，他在献殿当天向上帝的祷告当中，他也讲到了为外邦人来向神求，连外邦人都可以来到圣殿，向着圣殿，透过圣殿面向圣殿来向上帝来祷告，也会得到上帝的垂听。所以上帝在这边就说称为我名下，只要愿意向神来祷告，而且做了4件事情，谦卑祷告，然后寻求神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好，那在现代中文译本当中是3件事情，就祷告、谦卑悔改、离弃所做的坏事，上帝就垂听赦免医治。好，那第15节就是上帝会看顾这殿，垂听在这里所献的祷告。但是和本的翻译还是比较让我们印象深刻，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而这句话呢，就是引自于在第6章所罗门王向上帝的祷告当中，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的祷告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历代志下第6章第40节的时候，所罗门就这样子跟神求。而经过了
经过了20年后，上帝依然用20年前所罗门的祷告，说我必睁眼看，我必侧耳听啊。好，那虽然我们在读这个历代志只是翻过去翻一页，从第6章到第7章，但是第7章的10节到11节，就已经一晃就是20年过去，对不起，应该是献殿那一天是7年，然后又到了这个11节之后，又是过了完工盖完，又是13年了，所以13年过去，好，所以在这13年当中，上帝呢，他并没有忘记所罗门的祈求、祈祷，并且呢，并且这个施恩典，所以16节就是宣告这个圣殿的价值，选择了它代表的是这个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并且让圣殿也分别为圣，成为永远敬拜的地方。神要时时看顾保护，但是这个他呢，虽然我们用的是这个他第三这个没有生命的他，但是这个他呢，我们知道这个他指的不是指圣殿而已，而是指这个上帝的同在，而是指上帝的同在的记号，就是指教会，也是指我们的基督徒，就指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其实它就指的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被分别为圣，能够我们的祷告被上帝所睁眼看、侧耳听，所以我们祷告也是奉耶稣的名。而17、18节呢，就是上帝对所罗门个别的要求啊。前面是上帝回应13年前所罗门献殿那时候的祷告，献殿当中的祷告，而现在这后面这2节呢，就是所罗门，如果我们平常做的好好的，那上帝就不会特别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一定是我们有做了一些出了一些状况，上帝他就会开始修剪我们。所以17、18节呢，就可以让我们大家看到所罗门可能在做王的第24年的这个时候呢，上帝为他向他显现，那除了再次重申他的约定，可能也在警告所罗门，他应该要继续的做什么呢？17节像他的父亲大卫一样忠心侍奉，然后第二个就是要遵行神的，第一个要我们这个和本有写4件事情啊，和本第一个就是要行在神的面前，然后第二个就要效法父亲大卫，第3要遵行神一切的吩咐，第4要谨守神的律例典章。但在现代中译本是3件事情，像大卫一样忠心侍奉，遵行我的法律，然后呢，上帝就会信守承诺，是他的后代永远统治以色列哦。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这一段祷告呢，不是这一段上帝对所罗门说的话呢，其实也出现在所罗门的曾孙，就是约沙法王的身上。我们再往后读，大概2个礼拜会读到历代志下的第20章。历代志下的第20章呢，讲到了以色列这个犹大国当中其中一个好王，叫做约沙法。而约沙法呢，当他在面对以东征战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害怕，然后要求上主引导，也要求全国禁食啊。那他就站在百姓的面前，就像所罗门，就是他的曾祖父这个所罗门是亚当第35代，约沙法是亚当第39代，就是在百姓面前这样子祷告。那从第6节大声祷告说：上主我们的祖宗上帝，你从天上统治地上万国，你大有能力，没有人抵挡你。我们的神，当你的子民以色列迁移到这里时，你赶走这地的原先住民，把这土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代，永远归属他们。他们一直住在这里，也建造了圣殿，荣耀你。他们知道，就是约沙法都知道，如果有灾难临到他们，惩罚他们，好比战争、瘟疫、饥荒，他们可以到这座敬拜你的圣殿来，站在殿前，他们可以在灾难中向你呼求，你就垂听他们，援救他们。所以他的曾孙还记得他的曾祖父所罗门所做的这个祷告，就用这样的方式在跟以东打仗面前，他即便很害怕，他也来到了这个上主的殿新院子，这里讲到圣殿的新院子里然后来祷告。所以呢，在这个战争当中呢，上帝就与他们同在。那他们也唱一样的诗歌，赞美上主，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6篇。所以在那一天的战争当中呢，是一个大胜利甚至他们所得的战利品要花3天的时间才有办法收据战利品，因为太多拿不完了。
好，所以他们在那个比拉加谷赞美啊，因为那地方就是赞美的地方，好，所以这是约沙法好所罗门王的曾孙好所发生一个故事，而就是来自于他的曾祖父好在好几年前好所做的这样的祷告，好，所以我们也看到，但是呢，他们这个是成功的例子，但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啊，失败的例子就更多。那我们可以看到最失败的就是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7章的时候呢，那时候是这也是我们今年底会读到耶利米书啊。耶利米在圣殿讲道的时候呢，这是耶利米书刚刚开始没多久，上帝到耶利米到圣殿门口，同样的圣殿哦，所罗门圣殿，在那边向犹大人宣布他自己的话，什么话呢？就是他的这个所罗门盖好之后所说这段话。所以他就到圣殿，然后向人民宣讲：弃邪归正，我就让你们在这地方居住，不要再相信那些骗人的话，就是从巴比伦来的。好，说我们很安全，这是上主的殿。好，然后就是这个假消息，然后这个认知作战。好，然后呢，这个天下无太平，消弭战争。好，表象的和平。好，然后说啊，因为我们在这里，这是上主的圣殿，所以这里很安全，这是上主的圣殿。但是耶利米说，你们要弃邪归正，公平相待，不可以再行这些坏事，侵占孤儿寡妇、外邦人外侨的便宜，停止在这土地上杀害无辜，不要再拜别的神明，不要再去拿香，不要再去拜好兄弟，自取灭亡。如果你们改过，上帝就让他们继续在这里居住，就是这一块土地，同样的土地啊。但是耶利米说，看吧，你们依靠那些骗人的话都是空徒然，因为你们继续偷窃、杀人、奸淫、做伪证、向巴力献祭，那你们不认识的神明，甚至做上帝所恨恶的事情，却跑到上帝面前，站在上帝面前说，我们在这边很安全，好像呢就是把上帝当作是一个死的、聋的、瞎的、好残废的一样，好，就是没有尊重他。你们以为我的圣殿是贼窝吗？11节，你们我清清楚楚看见你们的一举一动。你们到示罗去看我选定第一个敬拜我的场所，就是那时候以利撒母耳在那边侍奉的地方，就知道我因我的子民以色列罪怎样对付那地方。那地方示罗就后来上帝就废掉的地方，也让约柜被掳走了。约柜被掳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了，上帝的荣耀就离开了示罗。13节，你们犯了这许多的罪过，我一再劝导你们，你们总是不听，呼叫你们总是不应答。因此，我从前怎样对待示罗，是在北国马拿西的这个以法莲的地方，也要怎样待你们所信赖那属于我的圣殿，以及我赐给你们祖先的地方，像我从前对付示罗一样。好，这里是指哪里？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我要从我眼前把你们赶走，像我从前驱逐你们的亲族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人一样。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好，所以呢，这个就是2个例子。好，一个是约沙法王，好，那一个是到了耶利米，就是已经到了最后的4个王的期间呢。好，南国最后的4个王的期间。好，那同样的就是上帝的这段话呢，好，只要记得的、遵行的，就得救、就得胜，而且就得赦免。但是忘记了，好，左耳进右耳出，右耳出当成耳边风的，好，最后耶利米那几个王4个王，好，约西亚之后的2个儿子1个孙子，好，通通都被掳啊，所以呢，就让这国家快速的走下坡。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段啊，从19节到第22节。好，19节。如果你和你的人民不遵守我给你们的法律和诫命，而去拜别的神，我就从我赐给你们的土地上把你们赶走，并且离弃这座我曾分别为圣，作为敬拜我的圣殿。各地的人要讥笑他，侮辱他。现在大家都尊重这圣殿，可是到那时，每一个过路的人都要惊讶地问：上主为什么这样对待这国和这圣殿呢？人要回答：因为他们离弃了上主他们的上帝，上主曾经领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他们却去崇奉膜拜别的神明，所以上主降下这一切灾难给他们。好，那我们的教会有这个总务部啊，有这个订定大楼的管理办法。好，那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教会这个大楼能够历久弥新，好，能够保持正常功能运作。
好，那如果按照这段圣经呢，我们这个教会的总部的大楼管理办法呢，好，最重要的第一条，好，就是这个大楼要管理得好，第一个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话。好，若不遵行上帝的话呢，这个硬体管理再好，但是上帝一来手一挥，好，这个建筑物，好，这个教堂，这个圣殿，上帝也能够轻易的把它废去啊。所以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耶利米书第7章11节，好，让圣殿变成贼窝。同样的事情呢，还发生第二次，在马太福音第21章13节，耶稣也是去洁净圣殿，说你们把上帝的殿变成了贼窝。这个殿是要成为祷告的殿，上帝都还只记得，耶稣都还记得，所罗门说的这个圣殿是要来祷告的。可是呢，居然在这边做买卖，在这边做生意，在这边来在这边图谋自己的私利啊。好，然后用比较贵的，好，那卖那些残疾的献物、祭物，好，鸽子啦、牛啊、羊啊，然后呢，就是做假买卖、假交易啊，然后从中捞一笔啊，上帝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所罗门祷告就是睁眼看、侧耳听，所以到圣殿、到教会都一样，就是我们不要以为上帝瞎了、聋了，然后不会讲话，好，然后他什么都不知道。反而在圣殿要永远记得，所罗门已经为每一个上帝的圣殿、教会都祷告了。在教会做任何事情，上帝都是睁眼看、侧耳听。好，所以我们刚最后读的这个19节，已经就发生在耶利米书第7章的。好，就是因为不遵行，而且还拜别神，而且还去做假买卖，还跑来到上帝的圣殿门口说：“我们在这里很安全，因为这个地方永远不会坏掉，这个敌人永远打不过来。”过去350年来，好，360年来，370年来，这个圣殿都一直这么样的安全，即便曾经被人家抢过，金的盾牌都被抢走了，但是呢，到今天这个城墙都还在，所以他们认为耶利米那个时代人认为没有事情，但是上帝说他自己要来拆毁，所以上帝也说了，对所罗门回应，就是若离弃，并且这个已经被分别为圣，作为敬拜场所。各地的人就要讥笑他和侮辱他哦，好，成为笑柄了。这个讥笑呢，好，它的原文的意思好就是箴言呐。这个圣殿变成箴言，箴言谁写的？好，大部分是所罗门写的，好，所以这个字呢放在这里也有一个讽刺的意味。所罗门做王的24年，他应该写了好几篇的箴言。好，那如果我们这样子连接起来，所罗门应该在这个时候，上帝用这些话来告诉他，应该就是希望他好要知道回头，要知道不要再随从其他的外邦女子，甚至去认识去拜其他的外国的神明呢。好，所以所罗门应该就是可能在这个时期当中，好就走偏了，就如同他的父亲大卫，好成为这个以色列的王，全国太平之后呢，就睡到日头平息，好，睡到太阳下山，然后就在皇宫上面无事可干，就到处走啊看啊，就看到一个美女在洗澡，就这美女洗澡才知道是别人老婆，然后想办法好去杀掉别人的老公啊，所以就是陷入试探，陷入一连串的罪恶当中，变成笑柄，变成箴言，变成格言啊，所以而21节，这就是一个人的对话，就是外人的对话。明明大家都很尊重这圣殿，但是呢，那个到了上帝让这个圣殿变成箴言了，变成笑话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惊讶说，为什么你们要去耶路撒冷哭墙，在那边哭什么？这个已经荒废掉的墙，到底有什么好哭的呢？好，那大家就会去思想说，为什么上帝要对待这个国家和这个圣殿呢？结果呢，还在历史上发生了2次哦，圣殿盖2次，被拆2次啊，所有的路过人到今天还在哭，但是有多少人会去想这个问题？上主为什么对待这个国家和这个圣殿？好，那人就要回答，好，聪明的人他就会回答，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上主他们的神，这个神是他们曾经把他们的祖先从埃及领出来，他们却去拜其他的别的神明，忘记了背弃了领他们救他们的上帝，所以这位上主就降下这些灾难，这就是标准答案了。好，那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所罗门中年之后所发生的，也是所罗门人生可能在面临一个试探引诱，
或是走下坡的时候，上帝所给他的。好，虽然我们看不到他怎么走下坡，但是我们读了列王记就会写得很清楚。好，那我们在历代志下一开始就已经带大家看过这些的经文。好，所罗门怎么样去为了爱，然后爱了这个爱女人、爱女子，好，然后可能爱这一些的随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好，他居然都忘记这个他年轻的时候，好，他爸爸还在的时候，就一直要带他认识的这一位神啊，所以是相当可惜。甚至上帝还为了这样向所罗门再次显现、再次提醒，可见所罗门还是或许有回头，所以他可能又在做王做了16年，或许没有回头，但我们不是很清楚。好，但是至少要提醒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不是只有看所罗门的笑话，而是我们自己不管在任何的时刻、任何的阶段、任何的信仰历程当中，我们都要衷心的记得这个圣殿的使用守则第1条，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要听神的话，才能够知道如何合神心意的向神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你再次苦口婆心的来向所罗门教导，并且给他再次重申应许，也再次来提出警告或是提出劝诫让所罗门在花花绿绿的世界当中能够知道，只要听神的话，听神的声音。但是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并没有看见所罗门任何的回应看到所罗门是无言以对让我们更加要提醒自己当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专注，因为你是睁眼看、侧耳听并且你也要我们的生命能够合神的心意，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即便我们有软弱，即便我们会走错，即便我们会懒惰，即便我们有有失败羞愧的时候，但是让我们记得大卫他如何最后一生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求主帮助，求圣灵同在，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谢谢翠芬长老。